继续来到嘉义市的细线路，有种一排桃花心木，至少有5公里，将近1000丛。每一年即卖3、4月啊，树叶啊开始来变色，红俄罗斯全台湾上水的桃花心木的大道。 翠绿感觉色、黄色的桃花心木的叶啊，为空中来看，多彩多姿，有够水。微风一吹，落来涂开树叶啊，艺术的跳舞，将步道拢铺甲甜甜甜，形成落叶的地毯，艺术是韩国出的场景。 这是嘉义市细线路2段到3段，每年3月、4月，全台湾上水的桃花心木大道上盖浪漫，有真侪摄影专家会来。像它开始变色，它大概会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来，然后它每一个时间来，你感受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。空拍摄影师杨文华讲，5公里长的桃花心木大道，其中上水的路段伫咧玉山国中。等于是从世贤路就可以整个延伸到整个学校的校园里面。这个季节限定的美景，嘛，互网友真赞叹。艺术是伫咧国外，加上边的铁马道，正是休闲运动的好所在。